Jasdele，大家好。在泰国逛 shopping mall， 或者到Sun Sirigit 士力吉皇后国家会议中心，时常有机会遇到泰星代言活动。国际知名品牌、泰国当地商品、旅游展、教育展、美食节，经常会邀请泰星来代言。很多泰星都是泰国顶尖学府的学霸，有时会租场地举行成果发表及座谈会。泰星们除了演技一流、能言善道、临场反应佳，很多也能歌善舞。若主办单位有安排，就能听他们现场开唱。有一次 LINE 贴图在 Santana 举行一场发布会，现场请来的是泰国知名歌星 The Toys， 以及当时正红的泰剧 Sodat 里面2位男主角 Sindo 和 Chris 到场，大家等于免费观赏了一场 The Toys 的演唱会，真的是大饱眼福及耳福。或者像雀巢咖啡邀请 Do 到 Siam Center 代言 Coffee Mate， 泰星现场冲泡咖啡给大家喝，还在塑胶杯上签名送给粉丝。代言活动结束，如果时间允许，临时也会有粉丝见面会，幸运的话，大家可以排队跟他们合影，请他们拍讲话短片，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粉丝福利。除了商业代言，还有佛教团体会在商场举办佛教展览，请当红年轻泰星来助阵，借此吸引各年龄层的粉丝前来。当天现场主持人引导话题，让泰星简述居士5戒。主办单位借机向大家介绍展览内容。泰国公立中小学都设有佛学课、打坐、诵经。男性佛教徒一辈子至少会短期出家一次，所以这些内容对大部分的泰国人都不陌生。当天还准备精美的印度佛教圣地明信片与背包，分赠给前来参加的民众。也有佛教团体会在商场举办颁奖活动，邀请出家法师来诵经，向大众开示祈福，颁发社会服务奖牌给泰星，请泰星发表感言，借此鼓励民众学习佛法，服务社会。泰星大部分都非常亲民，没有架子，只要粉丝要求不过分，他们都很乐意跟粉丝聊天、合照、签名、拍短片，满足粉丝们的要求。这一集我们来学艺人相关的藏文。艺人我们可以说 Gyuzeba Gyuzeba Gyuze 是记忆的意思， ba 是指做这件事情的人，所以 Gyuzeba 指的就是艺人、艺术家、歌手、歌唱家，我们可以说鞋吧。鞋吧，鞋是歌的意思，吧指的是做这件事情的人，鞋吧就是歌手、歌者。那如果是女性，我们可以说鞋妈。鞋妈，妈是女性的意思。舞者、舞蹈家，藏语可以说 garken garken gar 是舞蹈， ken 是作者，做这件事情的人，所以 garken 就是舞者，跳舞的人。那女性我们可以说 garma garma。演员藏语是 cha dunba cha
敦吧。那女性的话，我们可以说 chop 敦嘛 ，chop 敦嘛。电影藏语是落拈，落拈，落是电，拈是影像的意思，落拈合起来就是电影。那影集连续剧，我们可以说落拈流间，落拈流间。落拈刚才讲过了是电影，流是集的意思，用在佛教的经典指的是品章节。那这边呢指的就是集数的集，间指的是具有，所以落拈流间就是有集数的电影，那指的就是影集连续剧。广告藏语可以说 캡자 캡자 캡是遍布的意思，자是宣布公布的意思，所以 캡자合起来就是广告。好，我们再来复习一次。규제바 규제바写吧写吧写吗写吗가르켄 가르켄 가르마 가르마 찹둔바 찹둔바 찹둔마 찹둔마落拈落拈落拈流间落拈流间캡자 캡자。若有到 GMM 电视台，也常有机会碰上泰星，遇上新剧开拍，还能旁观开机拜神祭典。有些新剧上映前会举办发布会，现场记者采访结束后，有些泰星也会拨一些时间留下来跟粉丝们合影。有到泰国玩的时候，可以留意一下泰星的活动资讯，除了体验追星的乐趣和热情，结识新的朋友，说不定还能挑到自己中意的商品，促销时还会有折扣优惠哦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。萨瓦迪卡拉。